OK，我要介绍一个 UI 给大家。这个 UI 可以帮助掌控所有智能的 CD 的，相信对你们一定会有一些帮助。首先，这个 UI 叫 TellMeWhen 啦，TELLMEWHEN 啦。你把它下载之后，然后打开有时你会看到这一个框框，这个框框是可以放智能进去，然后就帮你掌控一些这些智能的 CD 啦。首先我们确定它的大小了，它现在是1004，有没有看到1004？我现在把它确定为2005吧。呃，那2个，然后蓝5个，OK。然后这样就可以放10个技能进去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7、8、9、10，OK。今天我先教大家一些简单的，就是先确定主动技能的掌控，还有就是被动技能的掌控。先主动技能掌控呢，就是打开发数序版，比如说我要掌控这个冰追溯的，它12秒 CD 拉进去里面，然后叉叉右点这个技能，然后我比如说我想它 CD 的时候半透明啦，可以提醒我有这个技能在啦，就把它切定50%，然后这两个凹凹就是显示了计时器，还有就是那个计时器的数字凹凹，OK。然后交叉，然后退出这个毛丝，然后你看到了，你的画面会多了一个智能这个图案，这个图案是不能按的，按它没反应。然后当你譬如说我用冰追溯了，用冰追溯，有没有看到它在倒数，然后变成半透明？它倒数，它会提醒你，它倒数的零的时候，这个图案又会变亮，就可以方便你掌控你自己智能的时间，可以增加你，比如说你是 DD 就可以增加 DPS 啊，补时就可以增加你的智能的使用的方法了。它烂掉之后再按，它会变成半透明，有没有看到？非常好用。这个是主动技能方面的确定 ，OK。然后现在说被动技能了，被动技能我们要怎么再打开这个确定呢？就是启动 TMW，OK， 打开之后又多了这个框框。现在说被动技能了，被动技能我们随便指住一个空的栏了，空的位置呢，然后右点。我们现在是掌控被动的，比如说想掌控自己身上的 buff 啦，就可以按这个图案点一下，然后就是这个真一还有展一点进去，然后就是这一个栏呢，第一行呢就是你想掌控的 buff 是什么？比如说我想掌控我法师兵法，就用这一个冰霜之子吧，就是比如说打一个冰啦，然后基本上这边已经有所有 buff 的技能可以看到了。冰霜之子是这个，直接按下去 ，OK。然后就是一样啦，这个凹凹计时器凹凹，计时器的数字凹凹，然后你可以确定50%吧，就是它在 ready 的时候它是半透明50%，然后交叉，然后就退出。看看它现在是半透明，就是你身上没有这个 buff 的存在，它是半透明的。当它有 buff 的存在的话，它会变成这样子，你看看，有没有看到烂掉？然后倒数就是这个倒数跟这边的倒数是一模一样，还有它显示这个层数。当它倒数的零的时候，就是你的 buff 消失了。这个 buff 是可以掌控你的身上的附魔啊，你的总之是什么技能都可以，总之是什么怎么样的 buff，它也可以告诉你，它可以提醒你，就是你 buff 什么时候用，还有就是什么时候触发你的 buff，你的大招要照下去。比如说你的附魔的 buff 已经出来了，它就提醒你，你就知道这10多秒时间是你去开大招和爆发热水时间，还有就是那些视频呢 ，OK， 很简单。如果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半透明不好看啊，好像一直在不太好看啦，就可以把它切定为隐藏，完全隐藏，消失了。但是当这个 buff 触发，它有出来，有没有看到？然后当它倒数的零的时候，它就会消失了。大家看看。就是你视频啊、武器啊什么的 buff 都可以 ，OK， 消失了，就是没有 buff 了。它消失就代表你没有 buff。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是刚刚确定的主动技能啦，有在倒数，有没有看到？很简单。然后其他这两个最基本的可以帮助你们的，我先教你们。然后其他的很复杂的，然后有机会再告诉大家怎么用吧。